Hello，大家好，又係我 Uncle Sim 啊！喺過去開業嗰2個月，我收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查詢。今日呢條片就集中解答一下3個最常問嘅問題。第一個就係 Lucky Sim 同 Lucky Two 到底有咩分別？第二個就係除咗 Apple 之外，究竟有幾多個手提電話嘅牌子係支持 eSIM？第三個就係如果我有 Lucky Sim 或者 Lucky Two， 我點樣先可以查詢我嘅用量？最後仲有一個快嘅 demo， 希望大家鍾意。Lucky 其實有2個最主要嘅 product， 第一個就係 Lucky Sim， 另外一個就係 Lucky Two。Lucky Sim 同其他大台一樣，佢哋都係提供一個本地嘅電話號碼，再加本地嘅流動數據，亦都有唔同類型嘅增值服務。最常見嘅就係飛線同埋留言信箱。Lucky Sim 最大嘅特點就係佢哋嘅漫遊數據服務，同時間係可以支持最多42個國家同埋地區，再加上年卡同埋月卡俾你選擇，極具彈性。講完 Lucky Sim 就講 Lucky Two。Lucky Two 係一個純數據嘅服務，我哋提供本地嘅數據服務同埋漫遊數據服務。而 Lucky Two 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嘅漫遊數據組合，同一時間可以支持多達70個國家或者地區。我哋仲會定期增加唔同嘅國家去到呢個漫遊組合。其實無論係 Lucky Sim 或者係 Lucky Two 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服務計劃俾你選擇，提供短期、中期、長期嘅香港電話號碼、本地數據同埋漫遊數據，甚至乎多國嘅漫遊數據，由2日去到365日，去到2年、3年嘅數據都有。就好似 Lucky Sim 有一個5G 嘅英國漫遊數據，30天有效期，只需要25蚊，仲跟一個香港號碼俾你，可以收短信。又或者如果你想補號，你可以考慮一下一個138蚊3年有效期嘅香港數據，有30G，再加2000分鐘本地通話時間。而 Lucky Two 方面，今日有2張漫遊數據嘅年卡，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張就係可以 cover 70個國家同地區，再加香港數據嘅年卡。另外一張就係 cover 中國、日本、韓國、台灣、澳門，再加香港數據嘅年卡。當然 Lucky Two 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漫遊數據可以俾你選擇。好啦，講到呢一度 Uncle Sim 想賣一賣廣告。Uncle Sim 係 Lucky Sim 同 Lucky Two 嘅分銷商，我專做 eSIM。如果大家想揾實體 SIM 嘅話，就需要揾其他分銷商。我會將其他分銷商嘅資料放喺條片下邊。另外，如果大家想揾 Lucky Sim 嘅話，我只能做新號碼同埋 Top Up。講咗咁耐，係時候同大家分享一下，除咗 Apple 之外，到底有幾多個牌子係支持 eSIM？根據我喺網上揾到嘅資料，原來華為、榮耀、OPPO、VIVO 同埋小米都有唔同嘅型號係支持 eSIM 嘅。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問一問大家，有冇人用開以上嘅牌子？又或者你知道邊一個型號係支持 eSIM 嘅，可唔可以喺評論區度話我知？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係 Lucky Sim 或者 Lucky Two 嘅用戶，點樣先可以查詢用量？由於 Lucky Sim 同埋 Lucky Two 係2個唔同類型嘅產品，所以佢哋查詢用量嘅網站係唔同嘅。大家放心，我會將呢3個網站放喺條片下邊，方便大家查閱。如果你係 Lucky Sim 嘅用戶，想查詢用量，你就要去 Lucky Sim 嘅網站。當你去到 Lucky Sim 嘅網站嘅時候，你只需要撳查詢用量，你就會見到呢個版面。我個人認為最快嘅方法就係收短信認證，只需要喺呢一個位輸入你嘅電話號碼，然後撳發送認證碼，你等一陣就會收到一個 SMS 短信，然後個畫面就會跳到喺呢度，將你啱啱接收到嘅認證碼輸入呢一度，然後撳確認，然後系統就會話俾你知你嘅用量同埋到期日，其實都幾方便㗎。至於 Lucky Two 方面，當你去到呢一個網站，你就要選擇你係一個實體 SIM 還是係一個 eSIM。當你選擇完之後，就會跳到去呢一個版面。我個人認為用 ICC-ID 去查詢用量呢一個係最快嘅方法。而 ICC-ID 嘅號碼可以喺呢張實體 SIM 卡嘅後邊揾得到。又或者如果你係用 eSIM 嘅話，可以揾翻當時嗰個電郵 ICC-ID 一般都會喺個電郵入邊。之後你只需要將 ICC-ID 最後8個位嘅 number 輸入喺呢一度，然後按發送驗證碼，等一陣你就會收到一個驗證碼，同時網頁就會跳到去另一個畫面。當你見到呢個畫面之後，就輸入你剛才收到嘅嗰個驗證碼，然後撳確認，系統就會話俾你知你嘅用量仲有幾多。好啦，講咗咁耐，多謝大家嘅時間。如果你對呢一集嘅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喺評論區話俾我知。
特別係如果你哋揾到一啲比較特別嘅儲值卡、漫遊卡或者數據卡，都可以喺評論區度話俾我知。今集時間差唔多，下次見，拜拜。